产了，我爱6个月才有这个收成。哦，你有还空有机农场，哦，你看，两个山料达人赖老师，哦，栽种山料成功。哦，你看这个晒一晒要做山料茶的了。哦，你看这边很清脆的。哦，你看这个山料的种子，嘿，这长在上面这个，长在树叶旁边的山料种子，哦，是。这么处理了，要个那用？大姐哦，快乐市民农园，快乐的，有机农场的农民。学起来了。学开要个种新的哦。学起来了啊，这个。旧的是要走出去。用迄个头啊。哦，迄个头要个种呀。头学起来通啊。哦，迄个头个会当学开个种。好，真好。哦，翻了这么好。